你試過絕境未？嗰種被逼到牆角，退無可退嘅感覺。今日我哋就講下一個2000幾年前嘅故事，主角係西楚霸王項羽，佢就係憑住一個黐線嘅決定，喺絕境之中反敗為勝，創造咗歷史上最震撼嘅一戰。公元前207年，秦朝末年，各地義軍四起，但最強大嘅秦軍主力章邯嘅20萬大軍圍困住巨鹿，趙國岌岌可危。各路諸侯軍聞風喪膽，竟然冇人敢上前救援，全部喺旁邊食花生，睇下點死。楚懷王命宋義、項羽北上救趙，但嗰個宋義頂你個肺，佢竟然畏敵如虎，成日話要等秦軍疲憊先出擊，實情就係想嘆世界睇人死。項羽見到巨鹿一日日咁危急，憤怒到極點，覺得呢鋪真係撲街啦，再唔做嘢就玩完。佢忍無可忍，喺軍帳入面斬殺咗宋義，正式奪得楚軍嘅最高統帥權。攞到兵權之後，項羽冇再猶豫，佢知道時間唔等人。佢集結咗5萬楚軍，面對嘅係20萬秦軍主力，仲有一班喺度等睇好戲嘅諸侯軍。兵力懸殊到一個點，正常人都會覺得戇鳩到極點，根本係送死。但項羽唔係普通人，佢做咗一個驚天動地嘅決定，佢命令所有將士渡過漳河之後，將所有過河嘅船隻作沉，仲將煮飯嘅釜罾都打爛晒，淨係帶3日糧食。呢個就係歷史上赫赫有名嘅破釜沉舟。呢個命令一出，全軍將士都震驚咗。冇船冇糧冇退路，佢哋面前只剩下一條路，死戰。項羽就係想用呢種極端嘅方式，激發出楚軍心中最原始最徹底嘅求生意志。佢哋已經冇得揀，只能背水一戰，以1當10，甚至以1當8，為自己條命去搏。秦軍見到楚軍咁樣，都覺得呢班有黐線㗎，簡直係喪心病狂。但正正係呢種視死如歸嘅氣勢，徹底嚇怕咗秦軍。巨鹿之戰，楚軍抱住必死嘅決心，爆發出難以想象嘅戰鬥力。佢哋喊殺聲震天，9戰9捷，幾乎每場戰鬥都係以少勝多，打到秦軍撲晒街，最後甚至活捉秦將王離、章邯都嚇到投降。呢場仗唔單止解咗巨鹿之圍，仲令到各路諸侯軍對項羽心服口服，從此奉佢為上將軍。佢用事實證明咗，只要你有破釜沉舟嘅決心，就算面對幾絕望嘅困境，都有機會反敗為勝。破釜沉舟呢個成語流傳至今，成為咗無數人喺面對困難挑戰時嘅精神支柱。無論係創業、考試定係人生中嘅任何重要關頭，有時真係要有一種頂你個肺嘅狠勁，斬斷所有退路，逼自己盡全力去搏，先至有機會突破現狀，成就一番事業。咁你又試過幾多次破釜沉舟？又或者你準備好未？